清明4天的年假就要到了，百货公司甲大型的购物中心拢推出着大优待，要来抢人客。丰原这间百货公司开档本伫年假期间拼俗价，希望请爱水的女性来消费。连续4天呢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加码预购礼，准备了非常多好的礼物。另外一间大型的购物中心，嘛是真情的亲子娱乐天堂，有真侪室内运动，适合规家伙仔来做伙耍。今年儿童节更有特别的活动。那当然，小朋友呢也可以凭考试卷，依照不同的分数集聚，可以免费兑换到50元的迪贝宝代币、游乐代币或者是娱乐金，可以在我们的商场的多家娱乐场馆消费者里使用哦。无论讲是百货公司也是购物中心，拢希望讲会使抢到连续假期的商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